見證，讓每一個值得注視的故事都被清晰看見。中英街我哋有棵大榕樹，就響中英街嘅中間。呢棵大榕樹咧，而家超過150年啦，係我哋兒時細路仔嗰陣時，童年嗰陣時，經常喺度玩嘅。呢棵榕樹嘅根係生喺我哋呢個深圳呢邊，嗰啲葉咧同埋啲枝架咧，全部伸過香港嗰邊嘅。咁啊叫做咧根在祖國，音符香港，就好有意義嘅一棵榕樹。咁樣我就年紀大，有正常嘅白內障。白內障咧，佢而家嚟咗我哋鋪水做咗呢隻眼咧，醫院咧服務很好。呢個醫院咧就俾我感覺，其實咧係個好專業嘅眼科醫院。我入嚟之後咧，就已經做晒所有檢查，該做嘅都做晒，而且咧服務好精細，服務咧就已經係好一流，同埋嗰個醫術咧亦都一流。所以呢啲咁樣嘅醫院咧，我覺得非常好。做之前咧係0.4，而家做完咧同我對完焦咧，鍾院長咧、鍾教授咧同我做得很好，好細心。做咗以後咧，而家啱啱複查咧已經係0.9啦，已經達到正常。呢次嗰個沙樓先生嘅話咧，佢係腦炎白內障嘅嚇。佢左眼嘅話咧，腦炎白內障，仲有老化，有比較大嗰啲散光。呢次手術嘅話咧，基於佢嗰個情況嘅話咧，我哋俾佢用散光人工晶體植入。手術之後㗎，佢效果就幾好㗎，因為佢好滿意啊。